那可由不得你。谢承锦，你可真卑鄙！我方才已说过了，我还不想死，只有抓到了你，我才有活路。拿下，带走。下去吧。蒋洛失败是迟早的事，为何你还要执迷不悟？你死我活的局势，各为其主罢了。若蒋洛能够放手让我来治理大业，大业绝不会像现在这般水深火热，民不聊生。若你真的在乎百姓，又怎会在百姓的粮食里面下毒？我们要毒的是叛军，不是百姓。可他们全是饥民，他们是被你们逼的，没有办法了，才会奋起而反抗朝廷。你们这么做简直丧心病狂，来日定当不得好死。我自有安身立命之法，不用你操心。你该担心的是你自己的命。什么意思？以你之武功，想要抓你，自然得费点脑子。暗器有毒，看来我是走不出这里了。你我之间也不是没有合作的可能。我宁愿死，也不会和你同流合污。